开始。阿妹，嘿，体育界行长嘿，系去马祖文化节，体育界系去推动复古节，嘿，第三届系去宜兰同玩节，宜兰同安节，好，过来第呢。四届就是拍好练发柜。拍好。拍好练发柜。嘿。哦。阿 Q 妹。表露态。表露态。体育界行。妈，我咧喊问你哦，记得去参加行唱伞，嘿，复古节错吗？嘿。复古节有嘛个发动？有。做得10遍。嘿，韩国呢10个字。哦，10个字。嘿。哦，过来，那2月3了张人去参加行唱2练发柜，去甲发同内容系嘛个？嘿，做咧看练发。是练字。是练字哈。咧阿公阿婆呢，记得去看的是行唱日，行唱日系嘛个发同？参加马祖绕节。绕街。祈求平安。哦，好。最尾是个同安节记得发同系嘛个？嘿，东岛县是个发同。嘿。第二强下来了。哦，第二项去。咧时钟行唱地图，你最想要去来参加哪只？行唱伞。有做嘛个总想要去行唱伞？因为高职动好些。你动好是高职。去咧行唱伞是个高职系嘛个高职？了系嘛个高职？复古。哦，复古就会翻译界。世家。好。